89歲謝賢近況曝光，4名護工24小時貼身看護。王妃謝霆鋒頻繁探望，謝賢則問謝霆鋒：媳婦和孫子們來了沒有？你的財產轉給他們沒有？氣得王妃摔門而去。他是香港娛樂圈的一代王者，對待事業他全力以赴，對待感情他更是瀟灑。可如今美女都離他而去，保姆倒是對他貼身照顧，這下子風光一輩子的他真是倒下了。如今89歲謝賢癱坐輪椅，4名護工24小時貼身看護。王妃謝霆鋒頻繁探望，行動不便。雖然謝霆鋒安排得十分周到，但謝賢現在的身體狀況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從開始時能自己一個人拄着拐杖走，到後面需要人扶着才能走，現在出去透口氣兒更是需要坐輪椅才行。雖然說他86歲的時候還獲得過影帝，當時看起來精氣神還不錯，和成龍大哥差不多，但實際上他的內裏早已空虛，平常走個路就氣喘吁吁的，每走2步就需要歇一會兒。他的兒子謝霆鋒也關注到了他老爹的身體大不如前了，所以就找了一個自己信任的男助理來貼身照顧他，司機也在隨時候着，畢竟他現在年紀大了，要是有冚碰什麼的，都需要及時送到醫院仔細檢查一番。再者平常他要出門看看的時候，也需要有人開車。後面在23年的時候，網上莫名傳出了謝賢中風的消息，看到這種情況，他罕見露面闢謠，但也能看出當時他的腿腳確實不太利索了，而且那一年他的身邊又多了2個護工。後來在25年的時候，有媒體拍到他坐在輪椅上，還是戴着那3件套、帽子、口罩、墨鏡，後面一個護工推着他，旁邊的另一個護工正在為他擦嘴和整理口罩。這張照片真是震驚到了不少人，他現在居然連抬手都費勁，像戴口罩這種小事都需要別人幫忙了，身體狀況可想而知。不過這要是換做普通人，恐怕早沒了出門看風景的機會，只能躺在床上或者被子女送進養老院了吧。不過即使是這樣，身為兒子的謝霆鋒仍然非常不放心，所以經常帶着自己的女朋友前去探望，好大兒和準儀式。雖然謝賢對張柏芝十分喜歡，但架不住謝霆鋒依舊忘不了自己的初戀王妃。在離婚後2個人火速復合，感情一直都很穩定，所以王妃現在可以說是他的準兒媳了。鋒哥十分孝順，雖然平常賺錢很忙，但只要一有空就會回家看父親。據知情人士爆料，作為女朋友的王妃也時不時地會陪他回家看看，每次大包小包的都沒少拿，有時候鋒哥沒有空，他還會一個人去看謝賢，可見現在他也是得到認可的準兒媳了。話說回來，他現在確實挺忙的，又要開演唱會，又要辦綜藝，還要經營自己的短視頻賬號。就在今年8月底他過生日的時候，還特地拍了一個探店視頻，說是探店，其實是他們的家庭聚會，他可真是工作家庭兩不誤。視頻中謝賢罕見露面，他還是穿着那套熟悉的黑色運動服，戴着黑色的帽子，腿上還搭着一個灰色的毯子，看來是一點兒涼都不能受。那麼近距離的看，他真是老的特別厲害，整個臉頰深度幽鹹，因為他眼睛周圍的皮膚皺的厲害，所以眼睛小的就只能露出黑眼球了，難怪平常墨鏡不離手。不過他的母親狄波拉倒是狀態特別好，戴着紅色的髮箍，穿着名牌的衣服，坐在他的旁邊，
兩個人說說笑笑的十分開心。他還主動和謝賢碰了碰杯，看得出來兩個人雖然離婚了，但依舊還是朋友和親人，也沒有影響到孩子的成長。其實老謝這輩子也算活得值了，感情生活很豐富，兒女也都有所成就，還都那麼孝順他。雖然謝霆鋒心裏放不下老爹，但也沒有停下自己賺錢的腳步，而且賺錢時也不忘記虧待他那張嘴，飯真好吃。最近鋒哥在廣州開了一場演唱會，現場氛圍十分炸裂，他本人也是睡呆了，但下了舞台的他靈魂好像被抽乾了一樣。9月26號他發了一個自己回酒店休息的視頻，視頻裏他靠在電梯裏，感覺都要睡着了，畫面一轉他來到了96層，難怪看起來這麼不精神，這上個樓怎麼也得3-4分鐘吧。最後他終於到了他所居住的97層，從窗戶往外望去，白茫茫的一片，感覺都跟天上的白雲齊平了。他之所以選擇住這麼高的樓層，應該是為了自己的隱私和安全考慮，畢竟他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被路人偶遇拍下來發到網上去，又要被大做文章，所以他連吃飯也不出去。畫面又一轉，他已經吃上飯了。讓小編震驚的是，他一個人居然點了7-8個菜，這能吃得完嗎？難怪之前在綜藝上有明星嫌棄節目組一天給幾百塊錢的伙食費太少了，原來有錢人都是這樣吃的啊！看來出門在外，他也是不虧待自己這張嘴。2025年10月，香港淺水灣豪宅區因一則視頻再度成為輿論焦點。89歲的謝賢在護工攙扶下坐上輪椅，身邊4位工作人員各司其職，男助理調整靠墊角度，女傭遞上保溫杯，司機核對行程表，護工記錄血壓數據。這個價值千萬的養老天團背後，是謝霆鋒為父親打造的24小時監護體系，卻因一場家庭對話引發軒然大波。1. 養老天團豪門晚年的生存儀式。謝賢的護理團隊堪稱頂級配置，2位持證護工交替值守，配備日本進口的醫用級護理床，女傭每日採購的食材需通過營養師審核，司機駕駛的7座保姆車內置急救設備。這個每月耗費超20萬港元的團隊，實則是謝霆鋒用10年時間搭建的孝心工程。老爺子每天6點準時起床，7點喝現磨的巴西咖啡，8點由物理治療師陪同做復健。護工日誌顯示，謝賢的飲食嚴格遵循低鈉高蛋白標準，連調味料都需稱重計量。這種近乎軍事化的照料，與謝賢年輕時四哥的瀟灑形象形成強烈反差。2. 財產暗戰，90%遺產的致命分配。2025年8月，謝賢在病床上立下遺囑的視頻引發家族地震。這份有頂級律師團見證的文件規定，90%遺產約27億港元存入信託基金，受益人為張柏芝所生的2個孫子，剩餘10%由謝霆鋒、謝婷婷平分。條件苛刻得令人咋舌，若張柏芝改嫁，監護權自動轉移，孫子30歲前每月僅能領取50萬生活費。你這是把霆鋒當提款機。狄波拉在病房外碎碎茶杯的場景被狗仔抓拍，而謝賢的回應更顯決絕。柏芝為謝家推掉3部電影，你們倒是在遊艇上開派對。這場遺產分配實質是謝賢對家族未來的終極掌控，用金錢構築防火牆，防止王妃勢力滲透。3. 世紀質問，病房裏的權力遊戲。2025年9月15日，謝霆鋒陪王菲探望時，病房爆發激烈衝突。
謝賢突然拔掉氧氣管，用顫抖的手指戳向兒子。10年裏你見兒子幾時財產轉給他們沒有？這句話如同導火索，引爆積壓多年的矛盾。王菲當場摔門而去，耳環在玻璃門上出刺耳聲響。這個細節被媒體解讀為豪門准入券失效的象徵。而謝霆鋒的沉默更耐人尋味，他既未否認遺囑內容，也未安撫女友情緒，只是默默為父親調整枕頭高度。4. 情感三角，三代人的博弈樣本。謝賢對張柏芝的偏愛源於深刻的愧疚感。當年謝霆鋒車禍住院，張柏芝在 ICU 外跪守3天，小兒子高燒40度時，他背着孩子狂奔2公里就醫。這些畫面通過護工的偷拍視頻在家族內部流傳，成為謝賢認定好兒媳的鐵證。反觀王菲，雖每月2次探望大人鍋、蟲草等補品，卻始終無法跨越非血緣的鴻溝。謝賢曾在家庭聚餐時直言：你給竇靖童買畫室的錢，夠我孫子讀10年國際學校。這種將情感明碼標價的比較，暴露出豪門婚姻中赤裸的利益計算。5. 護工日誌，豪門生活的微觀史。在謝家護工的秘密日誌中，記錄着更多不為人知的細節。謝賢每天要花2小時挑選見客服裝，即便只是下樓取報紙。王菲探望時攜帶的補品需經過營養師3次檢測。謝霆鋒每次探望都會檢查孫子近照的拍攝角度。狄波拉送來的點心會被護工用專業設備檢測糖分。這些看似荒誕的儀式，實則是豪門維持體面的生存法則。正如社會學家李明指出的，當財富積累到臨界點，親情就會異化為資源分配的遊戲。6. 時代鏡像，豪門敘事的範式轉移。這場遺產風波恰逢香港娛樂圈代際更替。謝霆鋒的風味帝國年入15億，張柏芝的直播帶貨場均銷售額破1000萬，王菲的 VR 演唱會門票秒罄。當新生代明星用商業版圖重構話語權時，老派豪門仍固守着血緣即正義的陳舊邏輯。謝賢的遺囑是給所有富豪的警示錄。財經評論員陳南分析，在超高淨值人群中，78%會通過信託基金規避婚姻風險，但像謝家這樣公開撕破臉的僅佔12%。這種極端案例恰恰折射出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價值觀撕裂。7. 未來迷局，豪門劇本的 N 種可能。隨着謝賢身體每況愈下，各種傳聞甚囂塵上。有月張柏芝將攜3子回歸謝家，有爆王菲已秘密產子的，有轉謝霆鋒已定新遺囑的。但護工團隊透露的細節或許更接近真相。謝賢最近開始學習使用 TR 設備，只為能看看孫子在元宇宙的學校。這種科技與傳統的碰撞，暗示着豪門敘事正在突破物理空間的限制。當謝賢的輪椅駛過淺水灣的落日餘暉，這場持續20年的豪門大戲遠未落幕。在金錢、血緣與情感的三角關係中，每個角色都在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或許正如謝霆鋒在 VR 眼鏡裏看到的未來圖景，當虛擬與現實交織，豪門的規則終將被重新書寫。